宋江，你这是太岁头上动土，众女必有随你姑娘去状官镇，这是。安置
了身量亚小，胸中韬略颇高，上阵不用战马纵跳。亚赛飞儿雕，咱爱绝乎黄金，奉了宋大国将领带领人马攻打胡家庄，升起胡三娘头众家故地，胡家庄去城。
耳考。奉了宋大国将领前来拿你。好子子，呸！我想赵大，小众那小老子不见是怎见强大无比。
哎呀，真的很棒啊！是啊，张老师，这两位演员演的是非常的精彩。您看啊，这个演这个矮脚虎王英的，是一个生活当中1.8米的大高个儿，是我们浙昆的带字辈的学员，叫高金鹏。你别看他这个在舞台上演的这个矮脚步走的挺溜，这1.8米的大高个走这样的步子，我想都得多累呀！是很吃功夫的，叫矮子功。啊，我有一个戏剧界的老朋友啊，是我们江苏昆剧院的张继年老师。哎，他的矮子功也是非常棒，获过梅花奖。也演《扈家庄》里头的王英这个角色，还有武大郎，他演的也非常出色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看这戏曲舞台上啊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真功夫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出折子戏呢，也是这个《水浒传》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个人物形象，那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了。他也是我们这个水泊梁山当中第13位好汉。他最出名的一出戏呢，就是《醉打山门》。这出戏是讲的是这个鲁智深呢，把这个镇关西打死之后呢，受到了这个官府的通缉，然后去了五台山出家。最后呢，在这个剧中，我记得有一段桥段是可能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他会模仿这个18罗汉的这个桥段。哎，张老师，您对这出戏有没有印象？当然有印象，因为大家更熟悉的是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先生、袁世海先生，杜近芳老师他们合演的《野猪林》有电影60年代初拍的，非常棒。袁先生从脸谱、人物刻画、基本功都不用说了，大师级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。那么之后我们又看到，像刚才我们聊到山东电视台拍的鲁智深这个电视剧，演鲁智深这个演员还不是专业演员，据说是举重的，需要这个身材，但是他的气质非常好，人物感觉也是非常棒。后来我们央视版的《水浒传》当中演鲁智深的演员叫臧金生，我们是老朋友。前不久我们在浙江卫视那个《王牌对王牌》节目当中，4大名著也有这样的一个桥段。他其实个子高人不胖，为了演这个角色好像吃胖了30多斤，哇，最后还得了病了，又要减肥嘛，要演别的角色所以，但是我刚才说到，就是您讲到那个山门这个剧我是在将近40年了，前在湖南，那时候他们湖南昆剧团叫湘昆剧团，是有一叫雷子文的老师演的。那时候我跟周传英老师去演戏的时候，我们跑龙套，没有什么很重的戏，就站着就可以了，所以有时间去观赏欣赏那些别的昆剧剧种的老艺术家，演得非常好。就你刚才讲的18式他一个脚要站半天，很长很长时间，很吃功夫的。哎呀，听您那么一介绍，我们就知道下一场戏有什么看头了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是请来了这个湖南省昆剧团的2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刘瑶轩和王翔，带给我们的这一出《山门》，来，掌声有请。门
削发配子，盖酒庄，杀人心系为权相。生平纳孝，金火产，吃饭传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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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使者所长，率将鲁智深。只因在代州雁门县为提辖时，暴打不平，三拳打死，延赃破财，震了土。吃了官司，来到这五台山，拜在至真长老边下为徒，看看将计一而再。嘿，想按往常，在那山下这大坛的酒，这大块的肉，每日不离口。嘿，如今做了和尚，受了三规五戒，把身子弄得精瘦，口内嘿胆去鸟来，这日子叫衰家于何挨得过？看今日天气晴朗，还不免离了这可厌的山门，下山走走。呀，你看那五台山上云遮风铃，日转山而行。五台山果然好景致也，买酒。呀，看那山下来了一汉子，他挑着两头，莫非是酒？待帅家躲过一旁，看他挑往哪里去卖。买酒。买酒啊！酒里呀，山前摆盏子过餐，牧童干过时，得一个酒刀干过自个枪。湿淋淋的春风吹动那个乌江，流自个水，好似一句别
子的碗哦，买酒。哎，这汉子来到半山，何不歇歇再走？哎，我走了半日，正要歇歇再走。哎，歇歇再走，哎，歇歇再走，歇歇再走。啊，老师傅有礼。嘿，老师傅有礼。哎，嘿嘿，老师傅有礼呀。哦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还礼还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汉子，你挑这2桶哦，你说这2桶啊？哎，那是酒啊。哎，是酒，哎，是酒。哎，是酒，哎，是酒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这酒要挑往哪里去卖呀？哦，要挑到五台山去卖。哦，要挑往五台山去卖，正是。看是卖与那些和尚们吃的。哎，这都也懂不得。哎，哪有卖与谁吃啊？要卖给山上那些做工的贱人们吃的。哎，怎么不卖与那些和尚们吃啊？哎呦，老师傅哪里知道，像我这酒本钱，乃是山上长老结的。要是让长老知道我卖酒给你吃，那这我是要顶砖罚跪呀！哦，要顶砖，哎，要顶砖，哎，还要罚跪，要罚跪呀！嘿，那老和尚有这样狠，哎，有这样狠，哎，有这样厉害，哎，有这样厉哎，害，有这样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九宝，你这酒卖1桶与帅家吃。哎，老师傅，想你乃是个出家之人，是要借酒去婚呐？哦，去家之人要戒酒，哎，要借酒，还要去婚，哎，要去婚呐？于此血来，你这酒是不卖？我不买。不卖，不卖，挑着走你娘的！啊，嘿，我不走，还在这里陪着你过年呐。看你挑往哪里去卖？你管我挑往哪里去买？他挑往哪里去卖？卖酒啊！哎，怎么挡住帅家的去路？你怎么挡住我的去路啊？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，我看你挑往哪里去卖？你管我挑往哪里去买？卖酒。怎么又挡住帅家？你怎么又挡住我啊？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，我看你挑往哪里去卖？你管我挑往哪里去买？哎呦，卖酒。卖酒啊！我说你这个老师傅，你这你也挡住我，那你也挡住我，你挡住我这身，挡住我这身呐！九宝，你这酒还是卖1桶与帅家吃的好啊！我不买，帅家有钱于你，有钱于我，我也不卖。你今日再敢讲3声不卖，哈哈，这酒是我的，这钱
钱是你的，莫说3个不卖。你听好了，我1个不卖，我2个不卖，我3个不卖，我17、18个就是不卖。帅家今日要买，就是要买。何帅参酒过了。酒保，买是不买？不买，不买，不买，不买。酒保，买是不买？我不买呀。不买，不买。呀，哎，切！酒保，买是不买？哎呦，我不买呀。他换血不买，哈哈哈哈！啊！不买不买，2桶酒卖给他娘的，干干净净。酒喝完了，找他要酒钱去。嘿嘿，老师傅，这酒好不好吃啊？好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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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就拿得来呀。拿什么来？哎，拿钱来呀。哦，这吃酒还要钱呐？啊？这个老师傅，他吃酒不要钱，世上哪有这样好的事啊？要不钱？我要钱呐、要不钱嘛？你到山上长老那里去，回山去。老师傅，老师傅，哎呦，老师傅，你让我到山上长老那里去拿，要是让长老知道我卖酒给你吃，那着我是要顶撞罚跪呀。那好，今日这酒就当帅家与你化了个缘，花语，有如再生一般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够了你的本了，够了你的本了。老师傅，老师傅。哎呦，老师傅啊，想我们小买，只有赚得起，哪有亏得起？这钱嘛，这钱你拿得去。看天色不早，帅家要回山去了。我也要下山去了。于此告不辞了。收了，告不辞了。收了，帅家告不辞了。
前去。看老师傅，他吃了我这2桶酒，走起路来是这样，跌跌转转，待我赶上前去送他一程。哎呀，不可！被长老知道我卖酒给他吃，那着我是要顶撞罚跪呀！嗨，看天色不早，我还是下山去吧。乱世难为英雄汉，陆地下北风在舞台干过子山。4零零的三拳打死那个怎样？管子个戏，先把提督那个应高山，应高山。天色尚早，为何把山门闭了？师傅，开门，开门来！你不
不开门，衰家就要打了进来。呀，就只见两旁罗汉安居坐站。看两旁罗汉坐得倒是有趣，两岸路之身，姗姗以来未曾耍拳，今日不免趁此就行，把身子松动松动，有何不可？
大家给青年演员刘耀轩先生再鼓鼓掌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你看张老师，我看他单脚站立的这出戏有10几分钟吧？有啊，啊，最后还有3起3落。是啊是啊，看到我们真的是就是已经是，而且穿的厚底鞋。是，而且台上有一些软，哎，有一些厚，我们叫搬朝天凳，非常非常难，啊，他不光是要做这些技巧，还要注意人物的戏表演。18个动作没有一个是重复的。像这样的话，每天都得练吧？天天得练，而且要有固定的时间啊，不同的时段去练。真的是要给我们的戏曲演员点赞，掌声在哪里，亲爱的朋友们？所以我昨太不容易了天啊，在我们那个西游这个专场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一句话，我就一直认为啊，我们中国的戏曲演员，如果是有悟性的，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员之一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哎，真的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啊，和我们经常在昆曲舞台上看到的一些才子佳人的戏不一样。它可以说呢是反映了这个昆曲当中的另外一面诙谐之美。它是呢我们昆曲当中在《水浒传》当中一出非常经典的戏，叫《活捉三郎》。这出戏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版的人鬼情未了。但是呢看的时候啊，我们观众不但不会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，哎，反而会有一种穿透内心的震慑力。张老师对这出戏您了解吗？当然了解了，我很荣幸啊，在那个将近40多年前了啊，看到那个王传松老师，是我们昆曲丑角的艺术大师，啊，他不光是娄二叔演得好，《15官》里头那个角色啊，而且是这个活捉里头也是非常好，而且跟我们讲课啊，讲到这个人物独特的他的艺术性啊，从内心的这种准确的定位到外部自然的流露。后来有像王世尧老师是王传松老师的儿子，还有上海昆剧团的刘义隆老师，这出戏都演得非常棒。哎，张老师，我听您说这个《水浒传》也说得头头是道，特别好奇，您除了这个《西游记》之外，在昆曲的舞台上有没有演过《水浒传》当中的一些角色呢？你们觉得我演过吗？学过吗？有没有看见过呀？大家？我同学知道啊，学过啊，在内部也演出过。我学过石秀探庄，还有林冲夜奔啊，都是夜奔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而且是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武生啊，叫张真坤老师教我们的。哎，夜奔，你行里边有句话叫“男怕夜奔，女怕四反”，但是武生的基础戏，对啊，入门一个人戏，演啊。边唱边舞，基本功要非常扎实啊，每个动作都非常细腻。所以后来我学的这些基础戏啊，对不光是大家熟悉的演孙悟空这人物，包括演别的戏都非常有用。因为大家知道，我们戏曲演员经常讲那句话，老先生讲啊，其实演好戏就是3个字：戏戏戏。第一个戏是演戏的戏，第2个字是细腻的戏，第3个字又是演戏的戏。所谓戏，就应该在细节上下功夫，才能成为真正的戏。是啊，说的真好。看来我们的戏曲演员每一天都在练不同的功，但是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的，可能只是他们平时所练的冰山一角。台上3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马上来欣赏的是永嘉昆剧团的2位国家2级演员尤腾腾和张胜健带给我们的这一出活捉三郎。永嘉昆剧团可不一样啊，历史悠久，表演艺术特别独特，跟别的昆剧团的一些艺术形式还完全不一样。大家期待哦。好，一起来看，掌声响起。
拉到满门，到还是去看子这娘。那是，现在困个着，唉，根本这还让我自个去看，看子这娘。要一个状元，蝼蚁日下亲，那是少年拉到半门呐。是奴家。哎呦，奴家必定是位女客，想要装些个人，得好心吗？如今这个名字，那是半夜三更，有啥个奴家？得是我啊！非要去给你，切得让我开里进来，切得让我开里进来。哎呦，发呆！半夜三更，我得要问问清爽。哎，亲姐，乃是少上户个奴家家。我与你别来不久，难道连声音都听不出了么？哎呦呢，我个声音嘛，都是说的是，时常在学啥个耳朵边上嘛，刮进刮擦，不过也是上嘛，得想法起来噻。啊，请来自个说子吧。你且猜一猜。哎呦，你看看个奴家，都是么玉的个，亲嘎嘎嘎，那是就上菜里呀菜。包在，行说我嘛困不着，搿么让我来不里猜猜试试。啊，奴家，要打那些啊，俺的嘛。一下都没下在，那不是一个连衣下头，里到一里。我上猜了这个男嘛，还看你进来。不过我打那说哦，我猜了这个男，你不好绿他子哟。奴家，啥上我个奴家？是老到个。家，哪里在？莫不是心中
非臣是啊。都猜不说。哎呦，才发对个，搿么学生是才发这，请来自家说个吧。你且开了门，此事甚学的。哎呀，对啦，我们开这个门嘛，自然认得，我被拉到瞎猜八猜呢。搿么让我来开这个门啊，搿么让我来开这个门早。半夜三更，我中央头装好拉的水上，装成对么事噻。哎呀，奴家，我上来开这个门早啊！来，我上门来开这个门早。来，哎呦！哎呦，还一张巨头风哪里在？哎呀，奴家，我上来开这个门早。哎，来，搿么请礼相受。哎，来，请啊！奴家，奴家。哎呀，奴家，我上嘛开这个门在，搿么请内侍帮手，既来这么走日子，来，请啊！奴家，那个家，哎呦！奇怪，方才明呱呱有个奴家去开门，那是我想开这个门呐，竟发几个字，发也是来，这是个哦，一配，我写他唱，发是啥个奴家，发是啥个剧？一定是衙门那个忙于写得我装山看人，平些日子吧，可惜在女客的面上做功夫，所以啦，我写得老多引传三人回来，从三个门前经过，如这讲说的，哎呀，奴家，哦，no，看见的，那个头啊推啊推，门子的座位上坐了这个人嘛，一发那个动的。去那个啥，你也晓得，那个叫恶女啊，这人吓你没有，吓死个人个，哎呀，非要去管理，让我还是进去关这个门嘛，困觉在，哎呀，去那个啥，哎呀，那么乱八相个，害得我嘛一身冷汗，哎，这人吓你没有，哈。奴家，我们那个外头乱得是这个人呢，那么大哈，所以讲，咕进来着，我也去管理，让我他这个鼻闻看。哎呀，奇怪，那是有泥土气的。哎呀！娘子，你是谁家在权？何去教我？因何言语至此，岂道其下？请教。三
得自命得姓，可请我上哪个寨？是此事来，莫非你是那阎婆惜母？奴家真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那个贼！哎呀，小娘子啊！这个头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宋公明杀了这个人，法官的我，暂时拦杀日家，你只该相信我说。你凭怎么刀恨万亏？富贵有哈萨拉里子。你飞过来！把有昏沉，那小人还毛头仔，哎，幸亏今朝阳气好，配了这个女。好了，好上来。至于啥子？这都是个强子嘛。
想起哪里在？前些日子，我到马上去设想，学到一个推字句，今朝嘛试出来，推老子个！哎呦，么么妈咪，呱呱呱呱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走！哎呦呦，太上老君，这人的灵啊！呱呱呱呱呱呱呱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呦，那个你啊，动啊不动，这都是个强记嘛！三郎，我今夜非为司命而来，你何须害怕？怕，儿子嘛怕，孙子嘛怕。不过看着那副距离，我是汗毛淋淋的。三郎，你且进前来，看看我的容颜，比就是时候。呀，呸！平些日子说去看个女看嘛，哎呀，我是件个性的。今朝看着那副距离，我是看也不要看的。做啥？做啥？做啥？我看，不过我打那是啊，那副要巨好嘛啊！哎呀，我看，我看啊！哎呦，看嘛总要看的，我总要弄张好了的水上，装装蛋么子在。哎呀，来福啊，大贵啊！我捡得出来，那副出来；不捡得出来，那出来做啥？在哪里？拉到给打。搿么然就举上当，好嘛，那到水上在，搿么让我来，仔仔细细，抓抓实实，看里一看。的容颜，必在生时越发的标致了。去捉银桥旁儿望日升。哎呀娘！是，看咱今夜这个鬼子，不也说是我干，只是谁干嘛？以后放个假，打动我王朝一心一品。真是想那个孩子，那些年流过冰上那个水，得出自个耳洞里那个家。三郎，你在想什么？小娘子。
永生情仿佛天公生相离，真故事从苍死到死。说的我是口口说给哪里在，要是有杯酒吃吃嘛好啊！三郎，你要吃茶么？大哥啊，真是色无淫我！哎呀！你可记得在生时与你结茶去的关子么？怎么不记得？这么亲呢？是个也是。是呀，那是里有他的两个女是那哈合起来哇。寻讨，我方才杨里寻讨，也将小分推你随之臣，换杀戏，应付这夜回。今日离席两山，我鸳鸯仇必可是么？呀爹呀，发错！谁
小娘子，我恨反婆老奸人，恨他反我与昨日可怜，同分夫情平。狗大人在公衙中分得你小娘子的凶行，我是做可了谢娘西洋的家。张金哈，你是高欢喜。可是自在，可是自在这样，甚至惨情。人非求将领，人非求将领，这道是三桥斜斜，有道是滚斜斜。非婚，赴高堂襄阳台与我云神，又何以拿细数？
好，谢谢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的这出戏啊，这戏中的3个人物可以说是在《水浒传》当中让我们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的话题最多的3个人物，那就是武松、武大郎和潘金莲。这出戏的名字呢叫做《戏书别兄》。哎，我刚才听张老师说您演过这个武松啊，那您在这个昆曲的舞台上有没有演过这出戏呢？你信不信？我好像没有办法想象您和潘金莲演对手戏的形象。不是这个戏的内容。当时啊，我和我的同学周正全老师啊，他的父亲啊叫周荣之，他是从小就在京剧武生艺术大师盖叫天先生的家里学盖派艺术。大家知道吗？武松这个艺术形象，盖老先生是被称为江南活武松，有独特的自己的艺术的风格，盖派艺术。是。那么我学了2打武松戏当中的打虎和打店。哦。还有一出呢，是我们有一个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，也是大武生，叫吴德家老师，教我们演了一出叫《蜈蚣岭》，我扮演的也是武松，也是经典折子戏哈。对了，这2位老师呢教学都非常细腻啊，从那个拉个山膀啊那种感觉，你比如说我这个演员啊，他手比较长，他就要求你这个山膀，哎，这样回来一点。你看那个食指跟中指还要分开啊，如果手短，哎，这样显得就很有英气，非常美。那个脚步也是，你看那个后跟，你要这么做的，这个人就是他的。稍微颠起一点，这人看着就有分量。是啊，其实特别的期待哈，您在这个昆曲舞台上给我们演一出武松打虎。我告诉你啊，再推个10年20年，我就在这儿演了。不过呀，我们观众看的呀，这也不是武松打虎，感觉还是大圣归来。是。因为您刻画的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出这个戏书别兄，是由浙江昆剧团的国家2级演员王静扮演潘金莲，由浙昆的国家1级演员向卫东扮演武松，由上海昆剧团的国家2级演员侯哲扮演的武大郎。掌声有请。
见兄儿面，不义情那情。叔叔，嫂嫂，叔叔，请。嫂嫂请。叔叔，今日回来的早啊！奉县太爷之命，差往京城公干。叔叔要往京城公干，特地回来与姑嫂话别，你哥哥还没有回来。但我到县前寻他。哎呀，他是做生意的人呐，到哪里去寻他？叔叔，请好，嫂嫂请。请。叔叔，我家今日进得一壶良酒，等叔叔回来解渴。等姑姑回来同意。哎呀，哪里等得及他？我们先饮起来吧。哦，就依嫂嫂。叔叔是害了，不用小杯，换大杯吧。好，就用大杯。叔叔，请。哦，放在桌儿上。多谢嫂嫂。干！叔叔是害了，不吃等得，no，吃个成双吧。吃酒罢了，说什么单双？我说的是酒啊。我原说的是酒。叔叔，请。多谢嫂嫂。干！好了哎呀呀，吾儿倒忘了，待我回敬嫂嫂一杯。叔叔，哎呀，奴家是不会饮酒的，换小杯吧。小杯就小杯。半杯，半杯。哦，半杯就半杯。起来，也要放在桌儿上。哟，也要放在桌儿上。嫂嫂，请。叔叔，请。干！待我闭了大门。慢来，青天白日为何将门闭上？不是哟，恐怕蛇色晒进来。开了2块钱。哎，闭了门。喏，哦，叔叔，今生无人在此，做嫂嫂的有句话儿要动俺你哩。嫂嫂有话请讲，吾儿洗耳恭听。叔叔来。嫂嫂，呀，
什么？你在东京。哪有此事啊？曹操，我是凤虎应龙，怎肯向平康走马？你再看无缘分爱惜花无心事，待等兄长还家霸占心事，是将他问口知真假。不是哟，我想叔叔少年青春，英雄半辈，此莫今会莫过眉梢而已。告辞，哪里去？寻哥哥去。奴家交了断身，难道你眷顾不曾明白？告辞。叔吾儿不思量彻骨啊！一笑上，怎曾看嫂嫂，这样饮酒是要醉的。有道是，酒不醉身，身自醉。啊！莫听
有尺全不怕，有眼睁开看把我特定相差都是汉雅大方，顶天立地丈夫家，岂能做百论伤话，百论伤的话。百论伤话，哈哈！什么叫百论伤话？嫂嫂，你不要相差了年头。我哥哥若有风吹草动，按我这双眼睛认得你嫂嫂这全了头，不认识你啊！吴二，你过来！你不要认差了人呐！我是不带望京的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夫人家，哦拳头上。站的人气棒子上，跑的八股，我是要在人面前做人的呀！好一个知情识重、丈夫家，只会把生来欺呀，生来欺呀！叔叔。我也情思无人生，一许悲叹我自开。叔叔。叔叔，放手！叔放手！叔叔，放手！这长江抽看羞杀，难道是奴家错认了？他马士兵啊！只恐马士兵中西作画灭敌，绝地无马，为敢言来。原来
哥哥回来了。哎呦哈，兄弟出来这，理想请早，理想请早。哥哥请。哎，嘎子爸爸，哈，兄弟出来这，二三路的主菜出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哟，好兄弟呀，是从来主来之吧，怎么个不个上家做生意？哎，是不杀人管欺凌我在，可生意嘛，哎，好节在，好节在，好节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咦，兄弟呀，你平时日家主来嘛是无不杀，今朝为啥了门门不落家？哦，还是多个傻傻。哦，哥哥，小弟奉县太爷之命，差往京城公干，一起几乎你家。要2月才回。哦哟，这个啥鱼个喏？啊，哥哥，小弟有句话，哥哥若依得，请慢饮了。此杯，兄弟啊，你说吧。哥哥请。请啊。哥哥啊，你是个性情软弱之人，是个呀。若被人欺凌，定要告知小弟，小弟定不与他干休。都这样哈，兄弟。哥哥啊，平日你要弃媳儿出门，早早回家。平日紧闭着大门，你要记下了。哦，我记下来这。要记下了。这。哎，好兄弟呀，怎么个嘛？阿爷敬你一杯酒啊！哦，哥哥请。请啊。不吃这啊？为何不去了？上床脱了鞋和袜，不知门长吹不吹？哥哥，为何持此不利之言？啊，天有不测风雨，人有得失后福。哎，哥哥，从今以后不要做此买卖了啊！否则生意嘛，那还跟你讲，小弟会给予你的。都这样哈，兄弟。啊，哥哥啊，看天色不早，小弟就此拜别了。一瓢长醉人家贫，明日千山欲忘记。哥哥，兄弟呀，小弟方才之言，你要记下了。我记下来这，要记下了。记下来这。喏，就是这山，小人们万万开不得。哦，哥哥啊，小弟告辞了。你去吧，告辞了。你去吧，告你辞了。去吧，兄弟，兄弟。哈，兄弟呀，你妻子嘛，不也当了俺是啥个事体呀？哥哥，小弟记下了。哥哥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浙江昆剧团518传承演出季《水浒传》的专场演出就到这儿全部结束了。再次让我们用掌声谢谢台上所有演员们的精彩表演，谢谢你们。同时，我们要谢谢六小龄童老师在现场对4大名著独到的见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，欢迎大家走入胜利剧院，我们一起来品红楼、看红楼。朋友们，晚安，明天再见。